而家針對我哋呢啲中老年人嘅騙局真係好多，以下類似嘅騙局遇到嘅話，遠離佢就係最好嘅辦法。第一，床上用品4件套，騙子將普通嘅床上用品包裝成有呢個磁療、紅外線、負離子、能量石等等，可以有各種神奇嘅治病功效，千祈唔好信啊！第二，免費領雞蛋騙局，先領免費雞蛋，再領花生油聽講座，再領其他嘢，免費體檢等等，一步步到最後賣虛假功效嘅產品。第三，免費領紅包啊，要求你每日報道喺嗰啲包裝出嚟嘅假專家嘅視頻同直播，完成就發多少錢嘅紅包。等到差唔多就開始高價賣三無產品啦。第四，免費抽獎陷阱，全部都係造假嘅，有中獎送體檢，中獎低價買黃金，中獎低價買玉石嘅，全部都係暗箱操作內定好嘅，千祈唔好信啊！仲有朋友唔知道嘅，記得轉發俾佢哋。